六國論，蘇洵。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，何滅之道也？或曰：六國父喪，率賂秦耶？曰：不賂者，以賂者喪，蓋失強援，不能獨圓，故曰：弊在賂秦也。秦以攻取之外，小則獲一，大則得成。較秦之所得以戰勝而得者，其實百倍；諸侯之所亡以戰敗而亡者，其實亦百倍。則秦之所大辱，諸侯之所大患，故不在戰矣。詩闕先祖父，步霜露，斬荊棘，而有尺寸之地。子孫視之不甚惜，舉與奉人，如棄草芥。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後得一節安寢。喜事四境，而秦兵又至矣。然則諸侯之地有限，暴秦之欲無厭，奉之離犯，侵之越急，故不戰而強弱勝負以判也。子顛覆，理固而言。古人云：以地事秦，猶抱薪救火，薪不盡，火不滅，此義得之。齊人未嘗賂秦，終計五國遷滅，何哉？欲迎而不助五國也。五國既喪，齊亦不免矣。燕趙之君，似乎燕雖善良，能國後亡，而不賂秦。是故燕雖小國，而後亡，是戎兵之效也。自丹以荊棘為計，此速和焉。趙常5轉於秦，2敗而3勝。後秦擊趙者在，李牧連卻之。其牧以讒諸邯鄲為郡，悉其用武而不忠也。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，可謂智力孤危，戰敗而亡，誠不得已。向使三國各愛其地，齊人勿附於秦，刺客不行，良將又壯，則勝負之數，存亡之理，當與秦相較，或未矣咧。嗚呼！以賂秦之地，封天下之謀臣，以事秦之心，禮天下之奇才，並力西向，爭好秦人，食之不得下咽也。悲乎！有如此之勢，而為秦人，即威之所劫，日削月割，
已趨於亡。為國者，無使為職位之所劫中。夫六國以秦，皆諸侯，其勢弱於秦，而又有可以得勞而勝之勢，苟以天下之大，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，是猶在六國行矣。如果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。另外，唔好唔記得追蹤我哋嘅 Facebook 了解新資訊。